大家好，歡迎收睇3月1號嘅沙田賽事。咁啊，今日咧將會舉行咧就2項嘅大賽啦，分別係香港三冠嘅次關花旗銀行香港金杯，同埋4歲系列賽嘅次關香港經典杯。全日咧就安排咗11場賽事嘅，咁啊全部都係草地賽，咁啊草地用 B+2跑道啊。今日天氣啊潮濕啲啦，琴日到而家咧都有灑陣雨噶，咁啊而家見到泥地嗰邊啊都係偏水分比較高。今日咧就用 B+2跑道嘅，掛緊好地牌啦。B+2跑道咧都係貼欄着數啲嘅，攞到46 win， 咁啊中碟就31 win 啦，外碟咧得20 win 嘅啫。咁啊上名率其實貼欄好着數喎，攞到87個 P 噶。咁啊，香港金杯就會安排咗喺第7場啦。咁而香港經典杯呢，就係今日嘅第9場賽事將會上演啊，亦都係第2口3步嘅頭關嚟嘅。今日香港經典杯啊非常之吸引啦，數字天文啊冇跑1里嗰場啊，咁啊今日會同小鳥天堂啊同埋其他馬匹大鬥法噶啦。睇下場地先，草地呢就見到都係幾綠草如茵噶，喺內欄嗰邊啊提引多少少啦，而家掛緊好地牌。灑水方面啊，咁啊原來琴日呢落過唔少雨喎，咁啊都度到22.4毫米嘅雨量啊，所以琴日呢都冇灑過水噶啦。咁啊星期4灑咗3分鐘水啦，星期1、星期3同星期5灑咗8分鐘水啦。過去7日呢加埋呢就有31.2毫米，今朝都有啲雨水啊，今朝都有8.4毫米嘅雨量記錄度到嘅。如果天氣情況許可呢，將會喺第6場賽事之後壓地啦。咁啊，草地場地測計指數呢就2.72。咁啊，睇埋個風向先。咁最近啲回南天啊，吹東風，每小時8公里，呢個數據呢就11.40分度到嘅。咁啊，退出馬方面呢，見到11場嘅11號進跑得被競賽董事小組按手意見著令退出。好啦，咁啊睇下田泰安呢將會坐騎易配嘅2場2嘅紅衣醒目會由麥文堅策騎啦，3場9號紅衣財神換咗梁家俊，4場11奇異歡聲換咗希威森，5場3號古浪好又換咗麥道朗，8場1鑽石星空換咗紀仁安，10場8同心同夢係艾少禮，11場8嘅預跑得啦換咗蔡明少。咪留意翻替代騎師係唔會計落騎師王嘅積分裡面㗎。睇睇騎師王嘅賠率啦，咁啊9號田泰安啊安排退款噶啦，1號潘頓開飛嘅時候2.35倍啊，今日啲馬容易攞分啦，你話贏就唔係好容易啊，不過賠率都落啲飛喎，2.1倍。麥道朗呢唔算話好多坐騎啊，不過都安排咗喺2號，少少回飛回到上嚟5倍啦，落飛有周俊樂啊5倍落到嚟4.5倍，咁仲有艾少禮安排咗喺5號呢16倍落到14倍都有啲落飛噶。至於其他冷門方面，10號班德利65倍落到60倍啦。其他騎師今日唔係好冷落嘅，35倍落到嚟25倍。其他騎師嘅嗌到啦，今日比較多坐騎啊。練馬師方面啊，1號係廖康明4.5倍回飛回到上嚟5.5倍啦。蔡約翰啊少少落飛，2號嘅蔡約翰呢5.5倍落到嚟5倍，落飛比較多，見到個告東嚟喎，3號啦5.5倍落到嚟4.25倍，咁啊細冧把裏面去喐動係最大嘅。咁仲有呂健威啦，呂健威呢其實喺田草嘅成績好好嘅，咁啊所以見到都有落飛7.5倍落到嚟6倍。至於其他方面呢，大冧把通常都係回飛啊，或者企住喺5棚子有少少喐動啦，30倍落到28倍。咁啊，至於大冧把方面啊，希斯今日落飛35倍落到25倍啦。咁啊，其他都係回飛啊，或者企住啦。其他練馬師啊，企住35倍都唔係好冷落嘅啫。綠寶獎11注獨中，彩金可以去到900萬啊！第6場開始，第後馬天啦，11注獨中，彩金可以去到300萬。第2、第3場，
而第三號馬鐵係第六、第七場啦，10米注讀中，彩金可以同樣去到300萬嘅。四重彩4連環合併賽前，我哋兩項嘅杯賽場合裏面都加咗啲多寶啊。第7場香港金杯嘅加咗200萬多寶啦，第9場香港經典杯嘅加咗100萬多寶嘅。